艺术酷绑架。大家好，新年快到了，就是阿洛还有我的舞蹈老师，这是绑架的编曲老师小兰老师，掌声鼓励。恭喜全国还有全世界的绑架男孩！来跟大家一起来拜年，当然拜年的时候，因为很多人就是看这个社会，来到的时候都会唱新年的新年，新年哦，年年，所以我们是绑架，我们要唱的，我们要唱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新年快乐，发大彩哦！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新年快乐！好，没有创意哦，创意讲话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而且是旺事。祝大家马上过新年！废话，你是马香米。好。